各位朋友们，轉到了節目嘅現場咯，然後空氣來報道了單元咯，今日向下來關心到嘅空氣話題啊，係同牙齒有關哦。呢個牙齒啊，可能原來本期啊變到較黑嗬，呢今日哦，呢林醫師同現場同大家來講到，頭先你睇了之前，之前有提到咯，同樣路況啊，有多嘅呢個方法，所以來呢個方法錯啊唔錯呢，然後就呢下我繼續來請林醫師來同大家來講到。更多牙味啊！嗬，林醫師，你頭先提到嘅也個牙齒嘅面拍，喺講你去家去買片咧，買片咧要當多種啊！嗬，唔過有一種，嗬，做應當然就用得到嘅，嗬，你講一個牙膏，嗬，牙膏來講，佢咩要面拍嘅呢？一時節一個佢下個係做得面拍嘅啊，一個牙膏嘅，我做係做你去買嚟未？一般講起來，幾成分係乜嘢啊？面拍嘅牙膏大部分就加顆粒較粗啦，比一般的牙膏顆粒較粗，所以加摩擦會效果較好。對，讓牙齒嘅面啊，用印擼皮拍落，擼了就會拍。啊，一般嘅呢，像你呢，牙粉啊、牙膏都同樣。佢講可以美白，大部分就加顆粒較粗啦。錯。啊，做那種美白筆就冇同樣，美白筆是會藥嘅，主要係藥嘅。那個將你的顆粒嘅嗰種。冇重要，一般呢種牙膏之類，可能就會加顆粒較粗，所以效果會較好。但是呢，相對對牙齒也冇好。較唔好嗬，故所你就用一般牙膏就好。冇想過貪便宜啦，貪價，用個呢牙膏來粗，印粗都會拍，但是牙齒印粗，冇按光滑。故說你嗬做乜嘅事情，真是要一步一步嘅來嗬，唔好講啊，愛夾要愛騙一條嗬。像頭先醫生咪有提到嘅嗬，一個牙齒嘅面拍嗬，唔好講係一擺就愛讓牙齒變到動拍嗬，你都正常嘅食就好咧嗬，唔好講啊撞到動拍嘅時間，也講真正咩對人牙齒造成傷害。到啲美容路況係有一種嘅，就講牙用一個佢用乜嘅乾嘅皮，學攞佢洗澡過後，粘咗粉，嗬，然後你牙膏向下變落去搓牙齒，咁一用嘅方法要好。一般是加主要嘅原因可能係因為乾咩啦，或者雞子皮有點酸性，啊，有的用醋啊，醋來搓牙齒，個醋本身也有些的酸性。哦，所以嗰時一乾嘅皮啦，還有一個酸質本身都有出酸咧。個成分。哦，是因為有酸，所以佢個會有個表面會比它腐蝕掉一層。表面牙齒嘅表面就係應該一個珐琅質嘅素材，不會蝕下去。腐蝕落去當然就較軟，較好搓，搓到較強度。但是呢，對於牙齒爽快輕彈。所以清口膜用酸的東西，乾咩皮啦，或者個醋啦，或者什麼是酸的之類。酸咧，全部做唔得嗬。提倡向親朋友嗬，尤其講都用路況要講乜嘅，也留酸吃啊嗬，鹹到最香啊，1分鐘到3分鐘啊，然後配合過後整個來搓牙齒，也做唔得啦，我也對一個牙齒嘅傷害動態，也都不愛上到上擺，其實醫生來牙片嘅時間有提到啊講。食係酸咧，食係酸咧，做唔得天天搓牙齒咯，提倡向親朋友。而且要落水，落水咧嘅酸咧濃度變淡，然後半小時落去，可能就還唔會傷到牙齒來搓。古所一下係講向親朋友，可能要食酸咧。檸檬啊，嗰種當酸的鳳梨啊，嗰種嚇當酸的東西，先到馬上搓牙齒。啊，過得半點鐘，但是也個吃得完以後，先用水落啊。好，所以講到林醫師一下啦，大家來提到講到嘅是再先通啊，嗬，通好過後半點鐘，嗬，再嚟搓，係再嚟搓牙齒。牙齒還唔會比出還傷到牙齒。好，也就係講到美容路況有動到嘅一個方法啦，嗬，真是係冇正確嘅。那麼還有一種一下咪一定時行用來做清潔嚟講，用一個講。蘇打粉，一個那種沖搓，咩做嘅得也係搓啊唔搓啊。蘇打粉就還比較唔會傷到牙齒啦。係，但是蘇打粉本身可能顆粒蠻粗，拿來搓可能沒意思下吧。係，冇像牙膏當按油，
好，古時呢，吼，因也下來都用到好前度嘅記雜嘅方式，吼，也下目前為止啊，吼，按用來講做迄個春頭來講算係做會得，較唔會有傷害。不過其他嘅有提到也都算要做做唔得咯，提倡大家吼，也都用到好前自身嘅時間，因切家咩愛講什麼愛注意，愛有一個求真嘅精神，所以因家門記上嘢喺講從來蒙古醫生，按用比較好得嘅吼。講到也應該米拍嘅一個想講過後嘅一隻照顧啦，吼，牙齒米拍過後嘅照顧，其實頭先咩有老太家講到，愛做好清潔，吼，愛清腔理來，行個唔好嘅習慣愛改過。一兩樣嘢就冇食含有色嘅東西啦，個飲料。也都本來上到，因洗牙齒過後，吼，洗牙齒過後呢，迄講一下牙齒去扮演做一擺，一個洗牙齒，吼，洗好咧，因講可能同到位朋友咧，天天早起來到洗咖啡、洗茶，哦，也都有可能做本來洗好牙齒，有那邊黃咗嘢，天天都黃睇伊咧，吼，前頭就前頭用適合冇按鹽嘅茶。或者個醬油它淡一點的。按用做幾久的時間這樣做會得？前後是一兩三年啦，一兩三年以後再照正常了，可能就看唔會按照恢復原色。所以講牙齒嘅米拍來講，所以處理好咧，過一兩三年咧，處理好咧，一兩三年咧，讓嚟做恢復正常嘅個飲食。也做講牙齒米拍哦，牙洗牙齒咧，洗牙齒可能一禮拜兩禮拜就做得。好，古數也下來老太家整理下吼，迄個如果做牙齒嘅米拍吼，一張嘢到兩張嘢咯，邊咧吼，你吼做係一條東西吼，做迄種要食素較重嘅盡量唔好食。迄講係洗牙齒嘅朋友，一禮拜一兩禮拜就做會得咧，按樣做想做得本嘅牙齒吼，較拍嘅一條一個優良方法啦吼。好，講到也大家做愛去做米拍牙齒之前就會印象。馬家東西呀，有幾個好嘅一面，仲係有冇好嘅一個負面嘅東西咩？嗬，即講講怕會有你講嘅副作用，也有馬家副作用咩？米拍過後嘅牙齒，大概有6層，60%嘅鹽會酸，會酸嘅。60%，就是有一般人去做，差唔多有63年講過，牙齒米拍以後是社會是人嘅，我有感覺。冇乜爽快，哇，算是一國啦哈，比例一國，所以呢，就是剛米拍以後，前後冇是特色，或者特冷嘅東西，你講一般嘅東西，一般那個溫度要會酸那個，可能就要請上來做一些的治療，佢可以用一些很唔會敏感的藥物，擦落去就很唔會敏感。古數也計，迄個本身都係米拍過後，都會酸軟的鹽，適當量兩三年以後，就唔會酸軟，這就正常，這算正常鹽。維持兩三年的時間係正常，就是兩三年會酸冇相干，過兩三年以後還會酸，就可以本身上看的，可以其他嗰種標些藥落去，就很唔會酸。所以個牙齒本來就輕敏感嘅人，千萬唔可以做明白。哦，古數也頭先有提到有腎痛嘅啦，也個心瘡嘅啦，也係講血糖高嘅啊。個牙齒本來就輕敏感嘅人，自家本身牙齒冇好咧啦，冇好人家千萬唔可以做，做好可能會更敏感。也就好，注意到啦，注意到，學也就講到副作用。一般的敏感的個比例相當高啊，相當高，但是正常嘅人差唔多兩三年就唔會，就好咧。有的人一直酸落去，可能就要請心臟治療一下。好，學一部分都係用透過也嘅節目來留用錢朋友來講到咧，我一個牙齒嘅米拍，米拍萬有咧敏感嘅話，我要注意下。係，一個短時間兩三年咧過後就唔會，算正常。你講過兩三年以後還冇改善，就可以請心臟同藥物嚟做治療來會改善。好，也就會講到嘅你嘅米拍嘅方式啦，嗬，有一個講噴灑嘅，還個肉質嘅，嗬，也都有方式，嗬，係講本身米拍過後，吃到講一下有一個順樣嘅感覺，嗬，前兩三年係冇問題，係講過後啊，限係會有嘅時間，你就愛潛先生咯，嗬，先生愛開藥嘅，就看原因到嚟，嗬。
好，也就讲到你哎呀个副作用好，讲到牙味啊吼，你嘅牙齿嘅面泡来讲啦吼，你嘅鼻齿啊吼，真是吼，头先就讲到按多种嘅一个鼻齿风湿啦吼，有乜嘅风湿吼，即讲做得本你嘅牙齿吼，唔会变黄啊吼，即一定好嘅嘛。一般讲起来，人嘅不良嘅习惯要改，係，第一个厨艺食嘢冇，千万能改睇。係。槟榔千万莫食。像一些可乐啦，或者一些这种有色的个饮料，今后莫食。二是就是一些这种抹个颜色的饮料，可能还好。你的吃茶是它淡一点，莫按浓。你的咖啡是莫是按浓，是它淡些的。哦，所以它淡啲會就會得咧，莫食到按稠。越鹹越個可能它色素就越多。所以就渗进去的机会就很多了。然后平常要搓牙齿，然后半夜以牙科诊所洗牙。然后呢，牙齿有问题要赶快去看。莫把牙齿蛀得太狂了，变糊当去看，可能就来不及。哦，真是啦，吼，一种牙齿爱康健哈，对一个平时生活当中吼，爱注意的动作呢，唔好话到讲，即牙齿啊，吼，面拍过后啊，吼，就唔是去扫咧，就冇想按到咧，吼。韩国有的位朋友啊，吼，记得可能去做睇面拍，可能切牙做嘅，吼，切牙做嘅伊讲偏咧，佢嘅副作用会下太。可能会有些的药会塞到肚子地方。因为也是只我日日去请医生咯。迄个冇相关就日去请医生。所以个呢，自己去买的可能就莫按常去美白了。就是你偶尔去弄2、3年或者做一次还可以，不要1个月或者半年就去美白一下，可能会适当多嘅药落去。好，也就讲到一个面泡啊，也想到一张面泡嘅时间，个表面呢一个用牙齿嘅一个护肤，还係咩破坏贴咯，只不过上咗內膜啊。一般講起來，安尼破壞唔夠親明顯啦。錯。除非你做了親多半，或者做親家去做，可能會影響牙齒的表面。表面可能會看起來冇按亮，冇按光滑，多少有些影響。古時咧，你嘅牙齒的來講啦，面泡唔好接做，韓國呢係講你冇按接做來講嘅自己表面來講，就會慢慢會恢復咗去。恢復咗去係。好，也部分係用來老大家來講到咧，應該真係嗬，一牙齒嘅保養哦要動到咧嗬。除咗應講一個本來生來好，頭先講到自然嘅啦嗬，有兩個應講牙齒愛粗槍要顧好冇，亦都全部都有影響到，係講啊，上愛有一個要拍要長嘅牙齒是冇甜病嘅嗬，牙齒愛粗槍，韓國呢愛天氣去一個牙科醫師嘅片講洗牙齒，韓國做檢查，還有愛少食一個色素含量高嘅食物咧，嗬，因見不易嗬，有時間就多日了，當時望你醫師來到你嘅現場。好啦，先來聊下嚟，講下咩記得聽聽先生講下來學學運動。